Hello，我點宵夜？今日嚟個惠州三門，而家又係比較特別噶嘛，邀請咗個南水大師，而家集中緊，準備出發珠海出。兄弟出發了，這靚仔，信心滿滿。小貴珍珠碼頭，船長在點我們啦。強哥啊，又出船啦，今期又威水啊！開大啊，好大呀！落狗屎啊！雨中吊吹筒啊，好誇張啊！威水咯，好大條啊，勁抽啊！喂，上魚了！有桶嗎？上魚了！來了，帥哥哇，好嗨大！來看鏡頭來。你不來？可以。哇，這是什麼貨？我靠，雙倍！我靠，紅哥，嘿呦！牛逼！行了，哎呀，可以啦。哎，他怎麼沒有吃口啊？我直接往上要挑逗一下。哇，大條啊，好大條啊，給力。都沒有吃口。而家直擊現場情況啊，一人兩支竿，西溝嚟，一支吊底，一支抽魷魚。呢個兄弟仲犀利，我都係兩支竿啊！牛巴！哇，大條啊！先跳！哦，阿拉仔而家天公吊底啊！哦，又一條，嚟望過嚟，先生！哎呀！哦，紅哥！上大火箭啊，給力啊！強哥仔又中意啦，鳩屎啊！嗱，大火箭！哇，又來一條鳩屎啊！哇！冇得頂啊！哇！宵夜啦，強哥，今期食乜嘢啊？煲粥啊！煲咩粥？係蛋瘦肉粥，做咩有魷魚噶？加料係咪？加料。哦，有蝦又有呢個吹筒，不得了啊！等你煮完再睇睇個效果。好咯喎，睇下先，邊個住噶？哇，大碌啊！哇，成兜粥啊！夠燈光啊！哎呀，煮好咯，真係哇，結塔塔。乜都有啊！睇下咩料先。哇！嚟啦！開波啦嚇！宵夜時間，我哋呢個夜水強鋪頭網紅，呢兜嘢真係細夠你，一人食3碗啊！對咯，同粉絲朋友打個招呼咧。釣魚揾邊個？各位澳頭記得揾啊！好嘅。宵夜時間啦，一人3碗。小港子得唔得？咩味道？哇！小港子又嚟嘢啦，小火箭啊，不得了啊，威水啦！又是你啊，靚仔。哦，呢條有2兩。哦，大碌啊，釣魷魚好好玩，舒服。手撕啊，學人，有幾大碌？睇下先。哇，成10斤重啊！哦，呢邊中完，嗰邊中，一齊中啊！西溝你啊，狂口嚟啦！開不了了。哎呦，生魚啦！大港子，哇！一條頂3條啊，仆街咯！呢鋪仲江中要走，
哦，犀鳩脷啊，真係大大碌。嘿，天光啦，返航啊！轉頭上岸影下啲漁獲俾粉絲朋友睇下。今期威水啊！呢個船長夠屎啊！得咁多啊！哎呀，冇幾多魚啊！夜水強啊！